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Yuki。今日呢，我就會介紹一下台中嘅一日散策嘅，就會由呢個沉澱喺日式老建築裏邊嘅台灣宇宙，去到呢個全台首座日系大型購物園區，一齊嚟探索一下台中呢一個城市嘅新舊魅力嘅。今日呢，我哋就由台北去到台中嘅。咁由台北去到台中呢，都會有3種唔同嘅大眾運輸方式嘅。第一呢，就係高鐵啦，第二就係火車啦，第三呢，就係客運嘅。咁就你自己心目中嘅方案，求其揀一個都可以方便去到台中。所以由台北去到台中係可以1日來回，完全冇問題嘅。而台中市區嘅交通呢，就分別有公車啦、捷運啦、U-Bike 啦，同埋可以 call 的嘅。今次呢，我哋有搭過公車啦，亦都會搭到的士嘅，咁都幾方便嘅。咁終於嚟到我哋嘅第一站呢，就係呢一個舊台中刑務所管嘅社群嘅國家漫畫博物館。一行到入去呢，其實成個感覺呢就好似穿越咗時空咁啊！一夥一夥咁樣嘅日式木造嘅官舍呢，就俾呢個綠意啦同埋百年嘅老樹呢，就環繞住嘅。而呢棵蠟樹呢，其實真係好大好高啊！咁呢，成個園區呢，就係散發住濃濃嘅一啲昭和嘅復古氛圍嘅。咁呢度唔止記錄咗台灣嘅一啲漫畫嘅發展軌跡啦，仲有好多一啲精彩嘅跨界展區嘅。咁你行攰咗之後呢，千祈呢就唔好錯過喺09號嘅宿舍嘅一間靈魂小店，就叫做吳甜。而呢間店呢嘅名呢，就係源自於呢個創辦人嘅阿嫲嘅一個名嚟嘅，承載住滿滿嘅幸福嘅記憶嘅。就喺呢個日式嘅老宅裏邊呢，就為佢哋點綴咗。咁佢嘅招牌呢，就係一個手工嘅意式冰淇淋嚟嘅。咁所以呢，喺入邊呢，就可以如果唔多人嘅話，就可以坐低去食佢嘅雪糕啦，同埋蛋糕添嘅。咁呢，我哋食完雪糕之後呢，就告別咗呢一個文青嘅慢時代，離開咗呢一個漫畫嘅博物館啦。再嚟呢，第2站呢，我哋就搭咗巴士去呢一度，即係啦，去咗呢一個三井嘅拉拉坡台中嘅。咁之前我嘅台北影片呢，已經介紹過南港嘅拉拉坡㗎啦。南港店呢，就綜合咗東區門戶嘅一啲都市嘅生活感啦，走嘅係精緻立體嘅大樓風格嘅。但嚟到台中拉拉坡呢，感覺就有少少唔一樣啦。咁佢呢，就係作為呢一個全台嘅首座嘅拉拉坡啦，面積呢係相對比較大嘅。園區直接分為南館啦同埋北館呢2棟嘅大樓啦，中間呢就有呢一個景觀嘅天橋相連嘅，整體嘅空間更加開闊舒服嘅，行起嚟呢係完全冇壓迫感嘅。咁一樣啦，呢度會有數百家嘅日本知名嘅品牌啦，亦都有一啲潮流嘅選品嘅，仲有一啲美食街嘅。不過我個人呢個感官嚟講呢，就覺得南港呢日本品牌呢就比較好行嘅。台中呢邊呢，反而呢台灣品牌好似 NET 咁樣呢，就比較好行嘅。咁我仲去咗呢個春水堂度食嘢添。咁由呢一個嗰間漫畫博物館去到呢一個拉拉坡三井呢一度，咁呢一趟旅程呢，其實呢，我哋都體驗到台中嘅豐富面貌啊！佢既然有呢一個嘅文藝復古嘅慢步調啦，亦都會有現代休閒嘅快節奏嘅。咁呢，生活呢都係需要一啲儀式感嘅，所以呢一趟呢行程呢，我哋係真係比較係舒服得嚟啦，亦都係混合咗一啲少少郊外啦，再加少少 shopping 啦。咁成個過程就係綜合咗兩邊城市同埋一啲郊區、小區或者文化嘅藝術之間，咁就係俾自己去放鬆嘅。咁所以如果你都係想去台中小旅行嘅話呢，咁我覺得都可以試下考慮將呢2個景點放入去嘅。
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